喺2025年4月27日星期日下午約4點50分，喺薄扶林瀑布灣道8號華富村華順樓發生咗一宗1級火警。火警中3名女士因為吸入濃煙不適，而其中1名需要送院治療。火警中共有45名住客由消防員協助或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。經本處調查後，相信今次火警係因為電力裝置故障而引起嘅。市民如果遇到火警嘅時候，應該點樣逃生呢？大家可以留意以下嘅影片。當你身處嘅大廈發生火警，必須保持鎮定。喺安全同有把握嘅情況下，可以使用消防喉轆救火。記住，破、轉、拉、射4個步驟。破，打破火警中製玻璃；轉，逆時針轉動開啟來水掣；拉，響消防喉轆絞盤拉出膠喉；射，開啟喉嘴掣，射向火嘅底部。咦？點解冇水嘅？萬一發現消防喉轆冇水嘅時候，可能係未打破火警中製玻璃，又或者係未開啟來水掣。操作消防喉轆，謹記破、轉、拉、射4部曲。喺火警初起嘅時候，如果大家都識得運用大廈入面嘅消防裝置，喺安全情況下，將火勢有效控制甚至撲熄，就能夠大大減低人命傷亡同財產損失。點解仲未熄㗎？哇！着火啊！點算啊喂？救命啊喂！點解唔熄㗎喂？哇！點算啊？仲諗屋企有滅火筒，使乜驚？吓？屋企都有滅火筒？手提滅火設備，例如滅火筒同埋滅火氈，能夠幫助市民喺火警發生時及早救火，而且操作十分簡單。消防處為咗鼓勵市民自願喺住用處所使用手提滅火設備，會進行修例，設備擁有人將獲豁免附上保持設備時刻喺有效操作狀態，以及每12個月由1名註冊承辦商檢查設備至少1次嘅法定責任。哦，修例之後，咁大家就可以自行為家居設置手提滅火設備，咁樣就可以更有效保障家居安全啦。有備無患，加添安全。支持消防處修訂法例，有備無患，加添安全。支持消防處修例，耶！有備無患，加添安全。支持消防處修例，耶！मैं बिल्कुल तायद करता हूँ इस तरह की तब्दीली से। เราก็ขอสนับสนุนในการที่ support the legislative amendment exercise. मैं भरपूर सपोर्ट करता हूँ।咩味啊？咁大煙嘅？點算我啊？點算我？點算我？點算我？冷靜！點算我啊？靜啲嚟！你再唔冷靜啲，就乜都冇晒啦！喂，阿仔仲喺房喎。阿仔冇咗阿仔。吓？記住，首先要保持冷靜，而且逃走之前要通知埋屋企入邊嘅人，一齊逃生先至好離開。記住，出到屋出面安全地方盡快報警。喺火勢唔係咁大嘅時候，先評估下現場嘅環境同自己嘅能力，先好考慮去救火啊！逃生嘅時候記住攞逃生衫帽，離開嘅時候記住關上大門。
任何情況下，自身安全最重要。